另外来看，这劳工团体今仔日嘛是去到行政院头前来抗议，因表示讲自从美国来提出对顶关税的政策了后，这劳工呢是拄到真侪放无薪假，也是讲裁员的危机。也来行政院是回应讲会参考劳工的权益来加入单位比谈判的内容。 劳工团体伫行政院头前抗议，希望政府重视劳工的权益。劳工团体指出，因为受到美国对顶关税的冲击，劳工若拄到放无薪假、裁员的危机，未来更有可能会冲击50万的劳工。也毋过，劳工虽然毋知政府的谈判过程，劳工团体嘛指出，目前提出的政策嘛是针对失业了后的措施，因要求政府就先保障劳工的工作权。稳定的工作权就是劳工最低的底线，我们绝对不容许 任何人肆意的剥夺，现在我们政府的关税谈判不跟我们劳方做任何的对话，政府能给的就是失业补助，还有再就业培训，但是这么多的中高龄劳工，培训量到底够不够？ 劳工团体呼吁政府除了公布谈判的进度，嘛要让劳工加入决策的过程。另外，伊嘛指出，目前一寡年岁较大的劳工无法度承受失业的冲击，针对未来工课保障，伊嘛要求政府应该提出更较详细的政策。行政院回应，受到国际谈判条例限制，目前无法度公布详细的会议内容。也毋过谈判绝对会保障人民的权益，更具体的来维护好国家整体的利益。所以 如果有相关的这个进一步的谈判成果，我们也会适时的对外说明。行政院指出，政府会继续和各部会讨论，针对未来冲击会提出相关措施，减轻关税对产业界的冲击。记者桂宗林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